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为做到得到生态嘅农业事业，人类一路以来对土地如果唔友善，对我适合作物的虫嘅，等上係撒农藥來解決，造成土地過難恢復嘅傷害，人哋也開到自家。好好對待土地，都係好好對待人哋自家。越來越多農民都了解到一點，要用天然嘅力來除蟲嘅。苗栗農改從生物防治分廠研究都鼓勵農民喺田區嘅放養田鐵，用生態嘅衣物、織衣物嘅田線來減少害蟲。效果用嚟呢？向下嚟看下先。刺破季節係苗栗太湖農民彭鳳儀最無閒嘅時節。26年前離開台北，轉到故鄉種刺破嘅葉，留傳統嘅耕種業無空入。對耕種新嘅知識，仲係用接受嘅態度。大棒天時變好，彭鳳儀投資嘅插咗一世代嘅，減定降低刺破嘅熱度。但種子嘅都要將佢4000粒蟲來。佢來到，佢就會留嘅蟲嘅實體啦。要較睇本譬如講喺寒流來啦，人嘅蟲嘅病咯，咪講佢寒少啦。喺農改廠本來就會病啊。第一次破嘅熱度變蟲嘅，我然聽到聽咗刺到同奇怪。唔過彭鳳儀就將農改廠付唔出本錢，一到草林嘅亂出嚟死蟲嘅時節，我識順行嘅刺嘅分殼蟲，逢地都一條細菌蟲，一啲蟲嘅都好喺刺破熱度當接看到嘅害蟲。唔過嗰個3到6日幼蟲期過後，太爺就唔會過生育嘅，故所刺破嘅熱度差唔多1禮拜都要補充蟲卵。草林幼蟲期間失分，成蟲失在，所以講佢主要係幼蟲期間失咧，幾段時間失，佢成蟲係失在嘅，所以講佢成蟲佢唔會去染色入害蟲。照研究，未分體嘅刺破嘅鹽，並2萬隻嘅草林，做得有效嘅來殺滅害蟲。按樣彭鳳儀就唔是慢慢要食藥嘅，總講未分體嘅藥嘅經費，凊彩做幾廿萬元。還可能出現抗藥性。以後嘅食物就會表現出來俾人看啊！你要放地圖啊，冇2、3日就拆開咧，要不就放開咧。我哋會按嚟比較啊，我像要用藥嘅，佢就較夾本蟲嘅食到。佢用藥啊，係你防治唔到，佢個藥嘅攏有按嚟抗藥性啊。慢慢咧，必須要教育農民講，要使用按咧，因為消費者使用係。是偏安全啦，我說慢慢咧，要用田鐵的方式、生物防治的方式來取代化學農藥，唔係講完全，我係盡量減少。一棟棟日本式的數位做嘅屋嘅，門口係一個太麻雜嘅草馬嘅雕像，為啲苗栗太湖嘅生物防治分廠，第一本書嘅時節成立嘅。本地係產業改良廠，1999年改製作田鐵繁殖分廠，係台灣唯一研究農作物害蟲田鐵的農業嘅研究單位。各種害蟲，佢只有相對嘅田鐵嘅一隻食物鏈嚟講，佢只有一物克一物嘅嗰種東西。你想辦法講，一隻農作物乜嘅蟲嘅較嚴重，做喺潛度講相對嘅做嚟防治佢嘅蟲嚟，你用乜嘅辦法來繁殖佢，大量繁殖，用咗人嘅田行去。一盒生物防治分廠見成功嘅育出嘅草林、黃頂出皮蟲、花菇嘅、草馬嘅、老寄生蜂，也唔種有效都係用啲農作物害蟲嘅防治學。唔過冇全部都拿來大量運用，像係會食草蜢嘅、鵝嘅、發毒草馬嘅，就請曲調嘅留種用。家園的部分的話，因為目前我們繁殖有一點不太成熟，這就是繁殖不順就對了，所以我們沒有繁殖。因為現在天氣冷、天氣變化的時候，有沒有它就沒辦法繁殖很那個，所以以至於我們這邊的話也是不容易取得啦，因為外面沒有賣。第屋度育嘅草馬嘅，主要係食污染，無為污染，也就冇辦法育動到。特項田鐵嘅繁殖計劃最難嘅，最後一次要飼料。做田鐵繁殖最有一個困難，如果我育一隻田鐵，長條嚟講，人都育2種蟲嘅，育嘅飼料咩？育嘅飼料，人當然有辦法繁殖人嘅田鐵一部分，
係咖啡原理嘅部分。我们寄生过4到5天的寄生蜂，我们就会把它这些蛹，我们就会拿出来。从盒内度倒出一粒粒黄色的虫蛹，蛋壳还有一系列尸体的果蝇。一条虽然是果蝇的蛹，不过出来的却是一只只无色的寄生蜂。繁殖天敌除了要由食物链来源，一时要来吸害虫。像係為桃果子咬到都係上嘅東方果子鹽。果農都動腦，利用用色的寄生蜂，逃亂上啲果園的用地度，來食蟲嘅特性。耕種人在啲果子園度變寄生蜂，足足的有效的減少果園。寄生蜂是东方果实蝇的天敌，那我们如果你要同时要养它的天敌的话，那你就是一定要养果实蝇，就是它的寄主来作为繁殖的目的。一只只弄係農業農事蟲，從果內度向底下飆到底下嘅水槽地度，水兩條開下葉，就熟悉好一盆盆強烈嘅農事蟲，準備培養做蛹，變做寄生蜂細蟲嘅寄生流失嘅東西。研究人員透過人的自然界按複雜嘅生長嘅方式，簡化模擬出來，也就是透過人寄生蜂培養嘅效率變價。让这些成熟的寄生蜂去寄生到这些果实蝇的蛹上面。那所以我们下一批就是我们就会一代一代每周都会做这样的繁殖的工作。吸動到草林，又冇辦法用人工來吸雌嘅蜂地度也掉，就該用米蟲卵來做草林嘅飼料。一下農改場合作嘅吃破嘅研有15甲，但搶特產業唔事前提供草林，就需要應買3000 cc 嘅米蟲卵。米蟲卵米 cc 嘅市價在27零元，100萬元實在係一大嘅負擔。故所農改場希望透翻出嘅技術移轉，把民間做得商業化，透生產嘅成本降低。米蟲卵較貴啦，喺無法小嚟算講草林來講，算唔可以難學，所以一簡單學。嘿，這種溫度啦、濕度控制好來，就一項算一好學嘅東西啦。慢慢咧，也要技術轉移出去，本廠商去生產，農民將去來叫賣，一下忙以為話，我就慢慢嚟講，農民有時我做本飼養，有效果，唔係白唔做去用叫賣嘅方式。一般耕種嘅環境是要直接以捕捉天敵嘅蟲蠅，總共沒有分蟲狀3英米，再營造出好嘅有機嘅環境。冇天策根本唔適宜捕捉天敵，就睇得到生態資源平衡。用嚟營造一個環境，本嚟天敵都可以立足，唔是講緊張佢有佢做意思，冇佢做三到人拍雜，作為上行，佢可能佢都有假食物啦，佢做得生存。本來田學自然界慢慢看得到嘅草馬嘅草林一條生育嘅昆蟲，認真食藥嘅唔見得。無為天敵的作物的害蟲變做越來越多，耕種人搶做的是下較多、下較貴的藥嘅來維持生存。研究人員希望，這個嘅前進會實體一條害蟲的大自然的領域，從源頭來減少用藥嘅，大家也做得適當下較安全。